TVB 話咁快就58週年啦，咁啊萬千星輝賀台慶啊喺呢個19號星期三咧亦都圓滿結束啦。當晚嘅司儀陣容咧就有汪明荃啦、朱凱婷同阿 Bob 林盛斌等，咁咧仲有啊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24嘅一眾得獎藝員，咁咧可以話咧係匯聚晒啊 TVB 全台嘅人手咧傾力演出。不過啊，好多網民啊對呢個節目啊，今次呢個節目咧都有唔少意見喎。特別啊係喺最後嘅大抽獎環節，當晚啊着住呢個超級大 DV 性感上陣，成為眾所矚目焦點嘅陳偉偉哥就有份攞其中一個大獎。不過咧就換嚟咗啊呢個造馬嘅嫌疑喎。咁啊成為咗好多網民啊對呢個遊戲嘅批判嘅對象。嗱喺呢個壓軸嘅環節終極大抽獎裏邊呢，由曾文心咧開頭咧就抽到一架咧係超過33萬嘅豪華名車，而另一個獎品咧就係由上海商業銀行送出50萬嘅免找數簽賬額。咁啊呢個環節咧 TVB 咧就係以彈珠遊戲咧嚟決定得主嘅。咁代表陳豪、黃翠如、汪明荃、高海寧、陳展鵬、譚俊彥、陳偉、姚子羚、張振朗同馬國明嘅10粒彈珠咧，就喺呢個跑道上面競逐喎。咁原先咧係由呢個陳展鵬嘅淺藍色波咧係一馬當先嘅。但係當曾志偉、鍾志剛、朱凱婷、歐永權等等司儀原本想宣佈係淺藍色波得勝嘅時候咧，但係突然間咧就收到指示要嚟多一場比拼喎。咁咧結果咧就係由陳偉嘅紫色波波勝出，咁咧就係同一眾嘅隊友咧係均分咗50萬嘅。但係唔少網民睇到現場呢個情況咧，都感到非常之驚訝，質疑點解要再鬥多圈啊？佢哋話係咪想做馬？點解頭先唔計先？仲要係咪話想學 F1 咁玩熱身圈啊等等？另外有網民咧就指係因為負責落波嘅張馳豪一開始咧就唔係同步起步，又冇落閘。有啲人直頭話呢個張馳豪放波已經放錯咗，又唔記得落閘，真係災難現場啦咁樣。成個 show 咧就喺呢個終極大抽獎呢個環節裏邊呢，就係成為咗呢個爭論嘅焦點嘅。除咗呢個終極大抽獎環節引起呢個網民嘅不滿之外呢，另外仲有幾個 point 呢都引起咗啲批評㗎。譬如點解神秘嘉賓會係機械人呢？就喺台慶播出之前呢，就有宣傳呢，就指呢係會有神秘嘉賓出席嘅。不過網民睇到成個節目完晒都唔見到呢個神秘嘉賓喎。咁呢就據 TVB 講，原來神秘嘉賓就係做主持之一嘅機械人喎。有網民呢對呢件事呢就感到好不滿啦。但係亦都有網民就好抵死咁話，一早估到啦，由佢哋宣傳話呢個係劃時代嘅嘉賓主持，就肯定知道係 AI 機器人呢。往年神秘嘉賓都係真人剪影嘅，今年呢個一睇就係知道係 AI 整出嚟嘅剪影啦。咁仲話有人話邊位神秘主持？TVB 呢次真係呃人啊！咁講到嘉賓呢，咁其實亦都真係有嘅。喺其中一個環節舞動昇華賀台慶裏邊呢， TVB 就請到謝天華相隔13年係回歸啦，仲由佢呢率領30位小花勁歌熱舞賀台慶。不過呢，唔少網民就覺得成班小花跳舞跳得就好唔齊啦，亦都對謝天華做嘉賓呢感到大惑不解。佢哋好多人好抵死咁留言啦，就話拉炳哥都上埋神台啊！亦都有話我都想問佢憑咩自己 own 一個環節啦？近幾年又冇拍劇，都冇人記得佢啦。亦都有人話都唔知點解係謝天華不如再嚟林峯好過啦。做咩做到拉炳哥好似成個巨星咁款都可以話相當抵死呢啲留言。另外亦都有網民指點解年年都有賣慘環節㗎？
話說咧，陳豪、譚俊彥、高海寧、張振朗4位前輩喺光影傳承薪火對話嘅環節裏邊咧，就帶領一班可以話叫做唔出名嘅藝人啦，或者一啲相對年輕啲嘅藝人啦，咁咧就以音樂劇嘅形式咧係做嘅，咁講下呢啲演員無限等待嘅辛酸。咁仲亦都係有演繹呢個經典歌曲《葡萄成熟時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等。但網民咧就表示呢個環節咧就毫無新意啦，幾乎年年都有賣慘環節。亦都有留言話呢幾年都係呢個新手懷才不遇嘅主題，好悶啊！又係呢招騙徒呃你錢兼呃你時間啦。亦都由掛上星二代光環嘅譚俊彥去鼓勵新人，好似冇乜說服力喎。點解有人話揾狄龍個仔勉勵班坐冷板凳嘅大劇，究竟係咩玩法啦？由佢把口講等待，真係好諷刺啦！講真，佢都係靠佢老豆先至入行啫。